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Inspiration 中文科老師 Missella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種修辭手法，叫做比喻法。喺影片開始之前，我有一題問題想問下大家。陣間我會讀出2句句子，我想小朋友幫我聽下邊一句句子比較生動有趣。第一句句子：天空中出現了一道彎彎的七色彩虹，真漂亮。第二句：天空中出現一道彩虹，它像一座彩橋掛在天空。你哋覺得邊一句句子比較生動有趣呢？可以喺留言區話俾我聽喎。Missella 咧就覺得第2句句子比較生動。因為天空冇可能會有一座彩橋㗎嘛。呢個句子之所以變得咁生動，係因為佢施咗一種魔法，叫做比喻法。咁我點樣知道佢施咗呢種魔法呢？因為呢個句子入面有個像字。如果句子入面出現像、好像、仿似呢一啲字眼，咁呢個句子就有機會係用咗比喻法啦。我哋睇下另一個例子：長長的火車好像一條巨龍。喺呢一個句子入面，本體係火車，喻詞係好像，喻體係巨龍。佢形容緊火車好像巨龍咁長咁巨型。我哋又嚟睇下其他例子咯。燕子在天空中飛翔，尾巴像乜嘢一樣又長又尖呢？我哋嚟睇下幅圖畫咯。燕子喺天空中飛翔嘅時候，佢嘅尾巴好似鉸剪一樣，但係我哋寫嘅時候唔可以寫鉸剪嘅，小朋友要留意啦，記得要寫返剪刀。我哋做多一題。呢幅圖畫湖面像鏡子，一樣光滑。第3題我想交俾大家試下做喎，究竟係乜嘢像乜嘢一樣點樣呢？知道答案嘅小朋友就喺留言區同我分享啦。